台湾创会7月4号伫艺术厅表达不满，因为6月30日，伊连审讲到有企业主向伊反映，被民进党市党部主委叫去食饭无看，无几啊亿意思。事后党部主委认为伊讲白菜，要求3天内道歉，也无将控告诽谤。台湾强调，当天发言时间有限，讲无清楚，无指名，嘛无讲无看有贪污等等，等到被主委个，互伊感到感觉惊吓。为了捍卫伊的言论自由，台湾表示已经先提告。对此发言，台湾陆坤浩嘛对咧不满赞声。市党部主委是啥？什么时阵无看？这我必须承认，时间上短，我无讲了完整。这点我必须声明，我讲了无。可是过了，咱民进党党部主委交执行长，个讲我说法，我咽不下这口气了吼。伊意思是，阮还要讲伊，个要叫阮要提告，叫阮莫讲话，互阮这在野党寒蝉效应。我已经提告，我无回失的，因为我以为讲，我也未讲伊的名，我是咧建议市长莫兼伤济尔，吼！我拜托咱法制主任说明一下，是啥物时阵伫议会讲话会用过？安尼，我较议会讲，我无讲，我足艰苦啊。有乌含出来，恁来去向媒体解说啊！民意代表徛伫遮是替民众咧发言呢。你担唔担？这个要告，迄个要告，做恁来告啦，莫伫遐放话啦。这是个执政党，惊人监督。讲到恁徛的所在，就是要告，啊，拢免放话，拢做恁来告。对此，民进党市党部主委潘新川嘛发表声明，4号已经委请律师到法院正式控告议员蔡耀辉，一切交予司法认定，真理才当愈辩愈明。台南新闻郭文吉、林英庚采访报道。